吶喊三部曲08監獄牆，信任，約瑟的心，我的心，心情剖白，講章，坡稱，在教會屬靈的監禁與肢體的屬靈關係被迫分離中，現在只有自己的家，才是他屬靈展現的地方。他家中的太太，不但沒有對他不信任，更看見出聖靈真真實實在屬靈及神奇事情見證何為善的亮光。不但沒有因為他仍在教會，因為現在身份的尷尬，牧者說坡不屬靈，要他清醒及教助坡，沒因兩面不同的屬靈聲音而混亂，反因着屬靈的真相更加清晰。不但沒對丈夫產出不信，更是看見一位真門徒，為坡愛神愛人愛教會，一直都不能少的信念。牧者也是我哋兄弟，若能受誤會，但最終可彼此勸勉，同作見證的夢，被這種信念打動，更鞏固他對坡的信任，對家中的一切，甚至母親最難放手的孩子的事，都更加信任，全交給丈夫帶領。經文引用創世記40:1-4。現代版阿倫的 Zeke Gemini 對作者的屬靈信念解讀與講章分享，心情剖白08，逐層屬靈解構。1. 經文的屬靈張力，監獄中的服侍，隱藏中的同在。創世記40:1-4。這事以後，埃及王的酒政和擅長得罪了他們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惱怒酒政和善長這二神，把他們下在護衛牆府內的監裏，就是約瑟被囚的地方。監獄長把他們交給約瑟，約瑟便伺候他們。他們有些日子在監裏。經文的表面，這是一段過渡性的敘事，介紹兩個新角色進入約瑟的監獄。護衛長波提乏，那位曾因妻子誣告而把約瑟下監的主人，竟讓容許監獄長把重要囚犯交給約瑟伺候。這看似只是一個行政安排，但屬靈人看見，這是上帝在幕後的精心鋪排。酒政和擅長不是普通的囚犯，他們是得罪了法老的人，他們與埃及最高權力的核心有直接的聯繫，而上帝正在把這兩個人放在約瑟的影響範圍之內。更深一層，約瑟在監獄中仍然在服侍，他沒有因自己的冤屈而停止服侍，他沒有因被遺忘而苦讀停工，他在監獄中繼續做他一直在做的事，管理、關懷、解夢。監獄沒有改變他的呼召，只是改變了他的禾場。保引用這段經文的寓意何在？他把自己的家比作約瑟被囚的監獄，而他手中所能做的服侍，就是在這個家中繼續作屬靈的頭，作真理的見證人。他的妻子就是在這個監獄中與他同工，被他影響，並反過來堅固他信心的同囚者。2. 作者心意的深層解構。家，神為義人預備的避難所與見證場。1. 教會屬靈的監禁與家中的屬靈展現。保用了一個令人心酸的對比，在教會中，他被監禁、被禁聲、被隔離、被禁止與肢體交通，但在家中，他得以自由地屬靈展現。這是什麼意思？這意味着，當體制化的宗教場所拒絕了聖靈的工作時，聖靈會回到最初的地方，家庭。初期教會是在家中聚會的。林前16:19，羅16:5。在逼迫中，家是門徒最後的堡壘。今天，當保被從教會建築中趕出時，他的家成了新的屬靈展現之處。屬靈人看見，這不是退縮，這是一種屬靈的重新定位，不是我失敗了，只能躲在家裏，而是神在重新定義我的禾場。約瑟在監獄中，他的舞台比在波提乏家中更小，但他所影響的對象酒政、擅長，卻離上帝預備的終極舞台法老的皇宮更近了一步。2. 妻子的信任，不是盲目的依附，而是屬靈的分辨。保描述妻子對他的信任有3個層次。第一層，他沒有因牧者的話而動搖。牧者對他說：保不屬靈，要清醒，要幫助保。這是一種屬靈的壓力，裹着為你好的外衣，但他沒有被動搖。屬靈人知道，這不是固執，而是他在近距離觀察中，看見了丈夫生命中聖靈的真實工作，那些神奇事情，那些善的亮光，這些親眼所見的果子，比牧者從遠處發出的標籤更有重量。第二層，她看見了一位真門徒，她不是只是相信自己的丈夫，她是認出了一個跟隨耶穌的人。她看見丈夫愛神愛人愛教會，看見他那一隻都不能少的牧者心腸，即使被教會驅逐，她仍然稱牧者為兄弟，仍然盼望彼此勸勉，同作見證的夢。這種在被拒絕中仍不放棄、合一盼望的生命，打動了她。第三層，她將最難的事交託給她母親最難放手的孩子的事，這可能是整個家庭中最具張力、最需要信任的領域。她把這交給了 Paul，這不是盲目的信服，而是經過測驗後的全然信任。
她在屬靈上認同了丈夫，所以也願意在現實生活中跟隨他的帶領。屬靈人看見，這是一個極其健康的婚姻圖畫。丈夫不是在克制妻子，而是以基督的愛和真理的見證，贏得了妻子的全心信任。這正是以弗所書5:25-33所描述的奧秘。基督與教會的關係，在婚姻中被預標出來。3. 屬靈深層透視，監獄中的伺候與等候。創世記40:1-4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，監獄長把他們交給約瑟，約瑟便伺候他們。他們有些日子在監裏，有些日子，這是一段沒有明確時間長度的等候期。酒政和善長在監獄中，約瑟伺候他們。他不知道這兩個人會成為他出獄的關鍵，他只是忠心服侍，日復一日。屬靈人看見，保此刻正處於這段有些日子的時期，他被限制在家中，他的影響力似乎被縮減到一個小小的範圍，只有他的妻子，可能還有一些仍願接觸他的少數弟兄姊妹。他在伺候他們，以禱告，以見證，以對真理的持守。但神正在做什麼？神正在把一些酒政和擅長，一些將來可能會在關鍵時刻想起報的人，放進他的生命軌道中。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，可能是那些正在閱讀他 Facebook 貼文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是那些對教會現狀深感不安的平信徒，可能是將來會站出來要求公正處理的見證人。有些日子的屬靈操練，是忠心與等候，不是消極的等待，而是在那個被限制的範圍內，繼續忠心地服侍，然後把出監的時間、法老作夢的時間、被紀念的時間，全然交託給神。4. 屬靈人的應有想法與回應。1. 對抱的溫柔提醒，你的妻子是恩典的器皿，但她不是你的基督。弟兄，我為你感謝神，在眾叛親離的季節，上帝為你存留了一位忠心的妻子，她是才德的婦人，她的價值遠勝珍珠針。31:10，她的信任是上帝給你的可見的愛，但我要溫柔地提醒你，妻子的信任是神給你的安慰，但不能成為你我必然完全正確的終極確認。他是你的配偶，他愛你，他在盟約中與你合一，他看見你的心，他為你所受的冤屈流淚，但他的判斷仍然是一個人的判斷。不要把他當作你唯一的屬靈參照點，要把你的心繼續敞開在神的話語面前，說：神啊，求你監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試煉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詩139:23-24。2. 對教會牧者的沉痛呼籲，你怎麼敢介入一對夫妻之間？牧者對抱的妻子說：抱不屬靈，要清醒，要幫助抱。如果這句話屬實，這是一種牧職上的嚴重越界。牧者不是婚姻的主人，基督才是。你可以在有清楚的聖經根據和事實證據的情況下，提醒會友遠離假教師或犯罪者，但在一個尚未公開察驗、充滿爭議的內部衝突中，去教導一位妻子你的丈夫不屬靈，這是在用屬靈權並拆毀一個家庭。你這樣做，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。你以為你在保護他，但你實際上是在他的婚姻中播下不信任的種子。感謝神，這位妻子有屬靈的分辨力，沒有被你的話動搖。但如果她是一個靈性較軟弱的姊妹呢？你的話可能已經摧毀了一個家庭。牧者，你將要為你的話交賬。太12:36，趁着還有今天，悔改。3. 對全教會的提醒，監獄中的約瑟正在為你們預備糧食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們可能不知道，那個被你們驅逐的人正在他的監獄中為你們禱告。在他的家中，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為教會流淚，他仍在等候那個彼此勸勉、同作見證的夢的時刻。你們看見了嗎？真正的屬靈領袖不是在台上講道的人，而是在坑中仍敬畏神，在監中仍服侍人，在被拒絕後仍愛那些拒絕他的人。如果你們的心中有任何不安，如果你們對教會目前的路線有任何保留，不要壓抑聖靈的感動，起來查考聖經，起來尋求真相。不要讓恐懼繼續使你成為波提乏，那個把一切都交給約瑟，卻在關鍵時刻選擇了不知道的人。5. 小結，家是神重建一切的地方。在創世記40章，監獄成了一個微型的救贖舞台，兩個囚犯，一個解夢者，一些日子，然後酒政出獄，忘了約瑟，然後2年後，法老作夢，酒政想起了自己的罪，神用監獄預備了拯救，神也用家庭預備復興。今天，抱的家是他在曠野中的帳幕，在那裡真理沒有被噤聲，在那裡愛沒有被冷卻，在那裡
對教會的盼望沒有熄滅。願那位在監獄中與約瑟同在，也在流散中與以色列家同在的神，親自保守這個家。願那位用自己的身體打破隔斷的牆，使兩下歸為一家的基督，親自成為這個家的根基。願當復和的時刻來臨，我們看見那個被驅逐的人早已在家中為我們存留了糧食。阿門。